阿楊生你好，揮揮手先。阿翁生啊，邊位車主啊？阿翁生，咁就想問一問楊生啊，咁其實呢部車咧，你就今日揾我哋驗車啦，咁你有冇落到訂金嘅？有冇落到訂金嘅？啊，咁啊，翁生點解因為好多車主都話，喂，你唔俾訂我就唔俾你驗喎，點解你又冇俾？冇所謂嘅，老實講，我憑良心，你買唔買冇所謂嘅。啊，即係咁樣。咁啊，楊生嗱，成部車驗完之後啦，咁師傅都同你講咗成架車嘅情況啦，咁你而家了唔了解？了解啊，了解晒成架車好詳細。咁你覺得我哋個服務滿唔滿足到你想知部車嘅要求咧？滿足啊！咁就希望你下一次再有機會嘅時候換車，記住揾香港驗車，同埋提一提你啦，因為嗱架車咧，你記住要對清楚牌簿，因為我頭先我同阿翁生都傾過，部車係佢太太嘅名嘅，咁你睇清楚啲資料，咁到時過戶嘅時候咧就記住要俾呢個本票啦，好冇？唔該晒。